这个南投县的德山甲鹿谷去考梨啊，有乡亲看到大约300-400只的蜡叶结规阵伫天顶咧飞，相当的壮观。也毋过嘛，引来着在地人的讨论，大家是真担心哦。讲这个天有异象，必有大事，莫非是有灾难要发生咯？专家讲，这种的蜡叶都是俗称的国庆鸟。每一年双十节的前后，拢会往南边来迁徙，这是正常的现象，大家免着惊。伫咧天顶出现密的乌点，详细看竟然是规群的蜡叶，伫咧空中一直飞一直飞，大家是议论纷纷。这阵蜡叶估计有300-400只，民众烦恼这是毋是有啥物特殊的状况，也是要地动的征兆。因为这几天其实整个东北季风的气流正好非常的合适，惠民区利用这一股非常适合的气流在进行这个前期中。专家就讲免烦恼，是因为最近透南北季风，正适合这蜡叶来过境。民众看到这阵蜡叶叫做灰面鸟，因拢是规定来活动，伫每一档的10月初10经过台湾南迁过冬，所以就有人叫因做国庆鸟。民众若是搁看到这国庆鸟，千万唔通烦恼，这是这蜡叶真自然的过境活动。